欢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有没有打过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土水總阿總股，又到嚟安尼啦，後生人打在股界世界啦。根據美國嘅中情局嘅報告看得出來，到2021年4年嘅世界，全世界227個國家還有地區地位，台灣嘅生育率係擺到調查每全世界最尾一名，平均嘅特色嘅社會應該單強強1.07嘅社會天天。韓國近期咧，安尼台灣嘅國家發展委員會嘅報告嘛，看得出來到2054年嘅時節，全台灣今年出世嘅歐亞單強冇到10萬3人天天咯。韓國咧嚇做乜嘅後生見咧見冇強成人咧係唔敢強，也係冇上嘅強咧，基本安尼繞聽到6屆後生人老大家強下來討論強成人嘅問題咯，從場來歡迎。好，首先老大家小姐都係質疑。大家好，我係同好生年嘅阿子怡。平時老大家小姐都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最有愛心嘅佳佳姐姐，也是佳佳先生哦。歡迎第三者慧卿。大家好，我係武俠要宋爆龍嘅慧卿。好，第三老大個係白強。大家好，我係大家談到是當快樂、當歡喜嘅舅父阿哥鍾國強。平時老大家小姐都係阿賢妹。大家好，我係隊長東東電影社4年嚟嘅 IG 嘅阿賢妹。對面老大家小姐都係副卡度沒有聲音嘅小鳳。嘿，大家好，我唔錯，我就係已經有一個妹，我當四扮演嘅後生阿爸，演到阿爸。嘅後生用啥子？後生我。唔係，你上嚟要講，你就看起來老實際行就看起來像50歲嘅阿爸。我啲演嘅，我啲係寫書，我啲寫書有聲音嚟，算青社會呢。誒，你唔係38。我出頭天天出頭天天。哦，原來係安樣件嚇。不過講到你阿成人嚇，有相信會正經嚇會遲到幾多動電影先，有相信會遲到動電影會電影講，因為佢卡起來嘅時節當場惡魔啲嘛。不過有電影先係時到哦，好像天使那種，上是像天使，上是像惡魔嘅，真嘅你就會中意那種生物嘛？嘅阿子怡先嚟講。係真人同中醫新年一個生物，非常嘅中意，因為唔但將中醫切㗎。不卡地杯度嘅生日，我杯嘅生日，我咪非常嘅中意。只要是小孩，你都愛。真嘅有條生日，看到佢哋係會跳跳嘅，攞佢哋上架啊，攞佢哋跳跳嘅搞。嘅你做得示範下，用版顯老生人嘅上家門。做啲啊，嗰個很熱係冇？我勉強有，搞中你。那你要可愛一點。你出去，你還挑嘞 ？You get out！ 好啦，你很對你笑，來，我這樣。希望你動作給我嘅，叫我教育乜嘅茶片，你係我一條條對嘅，哎呦，佢哋真係非常嘅歡喜。我家事，我嘅聲音咧，我冇想過，你阿姨在做乜嘅？冇，佢哋就乖阿姨出變咧，怎麼啦？嘟到電嗎？冇，佢哋就想啊，等你下個月用我攞佢哋講，我冇攞爸爸媽媽轉不卡。所以因為啱啲啦，因為佢創頭為嘅其他 IG 上面會破幾多嘅外星五嘅相處嘅互動嘅關係，所以呢度我輩其實咪集上歡迎講當為土成人係冇？冇唔錯，所以而家啱啱講，你做啲土生嘅結構嘛。其實我冇真正去算過，唔講我做啲設計帶生日出去搞幾日嘅。當然動槍嘅，唔過當然到最後就會黑暗嘅時候，就會感覺哦，有啲佢冇天咧。唔過那係一下嘅時間咧，幾用時嘅時間，嘅時候就講阿姨，我好想去搞乜嘅，阿姨，我覺得很有印象啊。唔會這種法咧。我老應講唔係動法，因為佢頭擺老天就去打電視嘅時，去聚會嘅時節。它是什麼？因為戀愛啲啊，有冇你老係啊分享呀？因為之前我老有講生嘅朋友講他出去搞，去宜蘭嗰邊搞，喺我參加男朋友嘅家族啊嘅聚會，有千多個生日，最後都變成樣辦，我設計13年，帶成全部嘅生日搞，嘅爸爸媽媽，哎呦呀，爸爸媽媽坐啲捧嘅那種19吧嚇，非常嘅表爽。其實咧，整件都冇簡單嘅，不過最主要係乜嘢點啊？一生年嚟愛乜嘢，你知最主要就係愛盤。
你知道阿志怡老幾個性格會差唔多，差唔多，嘅性格嘛差唔多，那個性格嘛差唔多，從係嘅5歲家表現出就5歲人嘅5歲之類用啊，冇，就是啲大小孩帶小小孩。都在周盤啊，誒，跟你講，你知道你自家咧講自家係生年最好嘅家家先生，跟你自家來講下。係，我真見喺生年看到愛好，就是哇，家家先生來咧，都做動中醫愛，唔過我以為漢字哦，就跟生年吼，你愛3歲到7歲，所以老愛大嘴骨按用嘅年歲吼，做唔睇按用1張嘢2張嘢啦，唔會講翻啊，看到我就我就冇辦法接受按用嘅生年。No， 我知道按用嘅生年唔啲啲做馬嘅唔掂喎。大家我幾樣做唔錯，佢很有條件嘅吧？佢咩真正愛生嘢，因為生嘢本來就會按用型啊，佢行出去托。冇，睇下聽我講，因為我知道吼，因為佢細細嘅鵝眼吼有個大小便嘅問題，我就冇辦法。想問一下，我就問你兩下冇大小便嘅問題。我咩係有大小便嘅問題，不過我自家會用啊，不過佢含唔會嘛吼，嗰種我希望佢老佢屌絲屌尿啦，是吧？係，佢太屌嘅，幾時攞嚟講翻嘅，所以都唔真熟啊，因為佢忙做暗嘅，其實我做暗嘅算真熟。錯，我要做暗用，因為我做後面喺個外邊做暗嘅話，可能就做得結束咧。但是也含忙做暗嘅，我就冇辦法結束暗用嘅。跟有人講唔懂適合講聲音嘛？係，其實冇人講係咁講聲音嘅，因為有人要同有朋友講係講啊，呢家人唔好講聲音好咧。你講你看下動有愛心嘛？怎麼嘅愛心啦？聽啊！冇，其實咩動有愛心，唔過係見將嚟講，你唔可以講聲音啊，你真見好講聲音，男聲音嘅話嗬。等下聲音跌到天泥下用嘅。真見，佢就講聲音，本來用到細聽唔到。哇！我用講法啊，係動有愛心嘅家家姐姐呢，臭毛啊，大家聽聽你。我這時候要給他的朋友一個掌聲鼓勵。應該朋友掌聲鼓勵，你看下前幾位老聲音跌到天泥紅誒。冇啦，我還會好好的難好來好冇。跟你真的要小心。我奉勸哈，假使喊白哈，給朋友聲音呢，不能離家來男人跟小朋友保險保下夠掉啊。係啦，睇下咩要注意點嘅啦。白強，你知道你自家為老聲音強下來聊強下搞動球嗎？當然，雖然我哋下冇成語啦，不過咧，大家千地方我大學時節讀嘅係教育呢。咁呢本讀就同埋東西咧，譬如講就成語嘅這個兒童心理學啊、心智發展啊，嘛個東西全部啊。韓國咧，因為我哋睇白咪有時做嘛個考夫阿哥啊，衝衝跳跳，咁假使我喺度衝，我喺度跳圈做得啦。還有我哋睇白做主區之前咪去做嘅教成語。英文嘛，吼，兒童英文嘛，做線上面做到動學啊，講到教成呢，我當然很愛最強啊，係嘛？你知道佢啲地呢，炫耀呢，嗬。用關係，看佢係地也係唔係地，嗬，嘅小鳳也冇含白圖來幫佢塗。介紹啲，佢係講化料，也係講大螃蟹。佢講佢咁講哦，我還沒接受咧。嘅阿爺冇咯，唔知道知道唔係動好聲音嘅人嘛，也係講唔係動會老聲嘅做盤嘅人嘛。大家都知道我按發條，你係按北美嘅身體，即係應該做得啦。大家都知道我懂得聊聲音咧、吐聲音咧，就知道我一定懂愛聲音咧。我想問大家，按用嘅錯覺咯？冇錯覺，你出門就會講啊？哪一個朋友？係前嘢就會出來嘅詞語。因為大家想出門啦，唔係。你要養活一個小孩，唔係單靠發條就做得呢。那個動態嘅用心啊、耐心，一定我全都冇，我全部都沒有。係都啲，應該係啲嗬。我想講講，我同聲音咧嗬，我同吐聲音咧，我冇辦法。哦，因為我嗬，假使講我男牙聲音咧，同佢教嗬，爸爸媽媽都獻寵哦，因為我男咧就會。接受唔到嘅，係硬冇辦法重叫同。有啲son咧就冇人諗咧。係佢叫字硬係較慘喎，嗬，因為聲音叮一下慢叮一下，我同佢撩嗬 ，no， 冇法度就錯嘅。冇法，沒有這件事情。老聲音強下時，你完全是唔係電媽咧。係，我叮一下，叮一下，好嘞。
家就喊望強聲音嘅想法，不過呢一片我拄好喺野外做，先問一下，我卡都有聲音嘅，會見者呢一下有兩個聲音嘛？你知道你係當為撈聲音強下嘅人麼？屬實我個人都講我當為土聲音啊，但可是佢都講我係怪聲音啊，我是唔好按應該講法，因為佢講我怪聲音，我就講我自己想騙聲音咧，吼，係，其實我是真心在跟小孩交往，是真心的在跟小孩做朋友，因為我是到最大嘅原因係因為我唔講聲音嘅叫。他咪唔驚佢吵，佢係愛叫愛吵，我是水菜佢愛叫佢叫，我都冇要緊啦。但是佢喺叫講佢都市謠嘅，你咩冇分別？唔會，我會分辨。跟阿小寶，你下面有聲音啊？咪喺度扮演，你知道你自己會動會留聲音強下冇？家聽佢哋講嘅吼，但係就講到動強哦，我當我土聲音咧，我當有愛心，係種耳無聽聽聽。但是吼，我講實在。冇一三年喺出世就曉得做阿爸嘅，係廿我一天喺天天嚟學嘅，我一開始喺我土聲嘅，我每次都講我做得，結果還記得前一波嘅疫情嘅時間冇，當然就啲課卡土聲嘅時間，咪點聲嘅冇去幼稚園上課嘅時間冇，啊咩哦，用嘅歌來嘅喏，係咩？我咩所謂當腔咧？我記得上我都地方欣賞嘅偉大唔點喎，我經常咩結果去買幾道教聲嘅東西。叫我發現到吼，原來我製作得落聲音嚟教，係啦，佢條教球嘅、教玩具、家做啲做得，但是我教聲音咧，我教佢條數學，也係教佢條英文。因為唔愛啊，我曉得冇，幼稚園嘅數學嚟，因為像我屋企有一隻小嘅玩具，佢係個唔用一隻數字1，也都就用一隻小嘅，唔用5，也都就用5隻小嘅。結果我就開始動認真了。啊，假使我再個表演，我家己都再學嘅，我又再個拿起來3隻，我老數字，結果佢聲音咧吼，我本人就看明白嘅，用拜託，要很簡單，唔係小班聽，我係啊，我靠其他怎麼解咯？其實教聲音咧吼，真件我盡量要欣賞來，記得想提供我用嚟教細聲音，哦，真件懂啦，係，所以我本家家欣賞，眾上鼓勵下。什麼睇下？今年都嘅疫情嘅時節，大家不卡都嘅廿嘅時節，幫你知道，土聲嘅無像你笨蛋想按簡單。韓國你觀眾朋友們想下，都不卡都假使土聲嘅時節用版hình圖，韓國假使土聲有本嘅咩到真正會點睇呢種經驗哦。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聽下來分享了。帶去轉戲哈，當他離開之前，踏出教室的最後一步，佢目挑就讓阿講。線上，其實我水氣放喺線上就係你。哦，加上先我知道我自己我老記得講呢個係而家當錯餐啊，哈，沒當感同嘅事情哈。但我就覺得還是錢比較重要，主持人。這個結論係嘛？一沒有賺到天上。歡迎大家到嚟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加體團新聞台講真見知道自家會留聲音嘅強項，唔過大家都做做得吼，還有兩下有熱愛嘅人吼，做熱愛嘅人咪老太太建議講，生小孩之後才知道真正的戰場到哪一位吼。唔過兩下老太太問嘅是係講，因為剛才有講到那個小朋友又像是像天使，又像是像魔鬼，那個。有魔鬼本人白到電梯，也係講本人知道哦，當像天使那種經驗到哪位咧？白鏡先啦，老太太來分享一下。好，因為剛才就講到嘛，我做主區之前又教英文嘛，教小朋友講英文嘛，兒童美語老師啦。我就是在那個轉捩點嗰東西哈，因為我專心做主區咧，所以我補習班嘅學生我講再見啊，我講拜拜咧。然後我一講出去的那一天哦，結果咧。全部嘅學生哦，叫出來咧，小朋友在教室哭誒，稀里嘩啦咧，然後大家來問問題哦，來搞遊戲哦，全部上來哦，好像我自己心裡面沒動幹款喲，結果咧下課嘅時節咯，
有一届吼，会大白上课，全部挨骂个写来哦。平常时全系照体育改种哦。结果咧，我讲下课 class dismiss， 结果佢冇理开，迄是声音带到教室底位读哦。结果咧，后来个班导师来签机了，带去转系吼。当他离开之前，踏出教室的最后一步，佢目挑啥人啊讲？先生，其实我最喜欢嘅先生就係你，然後其實就係我知道我知道，為了記到講理科係而家當錯餐啊，哈，沒當感同嘅事情哈，但我就覺得還是錢比較重要，主持。哎，這個結論係咪？一沒有賺到先生。跟阿志瑩台灣出生嘅時間有度過按感通嘅事情。我們有愛用非常感通嘅事情，就係因為我之前有做過幼稚園先生，跟住我愛離開嘅時記得就講總唔得老小朋友講，係古時我咪係跳離開，唔過我有聽嘅先生就亂講啊，就小朋友根本講，mini 老師點奶，mini 老師點奶。你叫 mini 啊，所以人人上都懂 mini。mini 啊，一細細的。因為小朋友他好念，嗰時我就很多 mini 老師。哎，很符合你的人設，很符合。就有先生就老師你講 mini 老師去偏手一下聽聽就偏嘅，因為我講真嘅有小朋友啲偏手都要緊定眼啲麼，眼頭都就講哦非常嘅艱苦就。比如像講，兩 mini 先生會跌到馬桶底部，我以為不跌到那條溫水沖走。先生咧，我啦，就會非常嘅感動，因為感覺講對生意非常嘅就是殘忍，當粗殘嘅感覺。我唔做當粗殘。真緊啊！不過講到你啊，成日要上次佢都有講出來，當切家嘅部分，你會覺得哦，童言童語，當定音聲嘅感覺係冇回應。嘿，我最近是教了一個細個小來兒，當定音聲，從日本小孩。還有應該是問佢，其實問我，佢講老師，你知道我今天來上課的目的是什麼嗎？愛看你。佢比較好嚴重。佢講，我問佢，他問我講，老師，你知道我今天來上課的目的是什麼嗎？我只要佢講，你來讀書啊。佢就講，我是來看老師有多美的。太累。對，長大我懂。我們不禁撩到吼，性發拔開始完全走，對，阿志有沒有安尼情況？我沒有，不過我係突然嘅愛神嘛，他本來你做個示範嘅時間，我成日看我就會非常嘅笑面看人嘅。不過有一班人真係就感覺非常嘅煩，就係我講我新關渡東部鎮，我要急出門，我不卡都要警察講急示範，我要急出門，因為我急示範，我就感覺非常嘅準，然後我就冇笑面，我成日就見看我。就直接講一句話，講阿姨，你愛歡喜哦。我就會感覺哦，很艱難嘅事情。你看2歲嘅生日阿西西，你嘅西西都低咧。你看我兩百蚊以外，馬上就應用到我嘅情緒，係冇啊？係你不卡到嘅2歲嘅西西講我。冇錯。然後睇到報告，西西是係叫外省5個名，按照西西。我一天都喝2000 cc 的水。馬莎、奶莎、西西，不過你從頭嚟講咧，成日正經當天氣嘛，佢講嘅話，你要相信為遲咗本你做台語嘅人，嗬，會想講啊。你啦小朋友就低咧，你做台語銀行因為按上5塊嘅感覺，嘅阿爺咪談講你本小朋友那種療癒嘅感覺，老太監冇咁樣。我喺動作魯樹嘅，我看嘅 IG 嘅聲音咧，樣片啊，這都好療癒哦！看到佢哋嘅面，佢哋嘅樣片就知道啊，身心靈都被療癒到了。韓國你就要看佢哋當電影下嘅外表，又係當演導嘅外表。我以係這咧。因為我超級標準嘅外表下飛嘅人啊。咩？你要習慣啊！因為以後你咪乜講聲音咧，以後你看到廿聲音咧，我心內講唔咁樣嘅。我聲音咧吼，我真暗號，聽說係電影下嘅。幾錢啊？就算外表當電影下，佢假使上過衝動，人咪知道佢當誰。我咪知道當關係。其實係嘢東西。冇這種，冇這種係，因為我其實冇適合同人家吐聲音咧，尤其係吐到同上分嗰種，叫做驕子啊，我冇辦法接近佢啊條。我說透過數據就是啊，
肯定一下的，台湾有啊，设计面对面吼。当初老不用个插下来。我爱上朋啊，设计面对面真係係兩件事情。講到家下就是講到較好嘅一面，你下講到本身嘅逼到會強為電梯嘅經驗。李家先生，所嘅幼兒園嘅先生，天差不本身嘅逼到嘅強為電梯。真嘅，大部分時間係喺動歡喜啦，不過係有電梯嘅時間吼，因為一下像係搞客家。搞細班、小班，已經同細咧。不過一下行喺搞嘅幼班、幼班，差唔多啲用細做幼天天。哦，有一班我就想過，我喺搞考了，嚟拿一種燈來坐，我就看到奇怪燈用班有嘅巧克力球，呀細嘅，暗細呢，要把我食個巧克力對身體唔好唔掂喎，我就勁寬。結果你冇食，結果皮到愛咪，佢就皮到嘢咪，又係細嘅歐雞翅那個。很多麝香巧克力，真嘅冇辦法，係就真嘅圓嘅，又真嘅係按用，就按用粗嚟嗬，韓國有一班嗬，我咪看到一些人嗬，我咪唱嘅硬嘢冇強用，就冇辦法看到一些人勁叫，唔知哇發生乜嘅事情，勁叫唔掂喎，我就講。哇！一些人因為勁叫咯，一阿妹嫌佢講唔可以叫嘅啊！嗰時候呢，我就想講按樣做唔得，我就行過去本佢嘅家事眼神，從按樣家事眼神，我還個嘴巴呢，我沒有說出來，我用口語方式我說不要再叫了。我就叫了，我沒有講出來，我用嘴語的方式。冇想到呢，佢還勁叫行到太上。當然要哭啊！即係想係拿起冰上嚟冰啲，我開玩笑。以後啊，那係叫你離開吧，新年一定唔會去潛記嘅，從記安新年會叫嘛，從來新年見面請咪咪老師、佳老師，耶，佳老師離開，哎呦，冇啦冇，佢唔講太教坤係按用當中從發呀未強用冇，我其實係當有愛心嘅佳姐姐，當有愛心。你給他講變相嘅師姐吼就沒有愛心了。韓國佢家講變相嘅當場好像是真心話。咁你自己想為自家嘅成員，冇你想為強成員冇？我行喺位強成員，因為我當有愛心嘅佳姐姐。那你家裡多買幾個冰箱？我老太教過一下。你就轉買一套，就轉變嘅成員最好。其實你要有幾非洲的怪邊啊？冇啦，我行喺當有愛心，我一直強調你們不要指那個條目，好不好？當有愛心好冇？因為我知道不行啊，有啲家庭嘅時間哈，你行喺愛有生意啊，像打麻將強用嘛哈，總唔得按用3缺1嘛，3缺1好冇？不能3缺1啊！聽說按用不好嘅感覺啊，有生意啊，有老公啊，按用強下幸福一生意。我說你你家家福卡，注意看有2隻冰箱喎。我冇見到肥數嘅問題啦。而家新年喺會度愛有人撈佢打麻將啦。係啊，你會幼年吼教小朋友撈個麻將來那做比喻啊？所以知道完整嘅家庭聽咗有成員啦。係，我知道完整嘅家庭行喺愛有成員嘅，按用才會知道讓人生才會完整嘛，錯。呢條片愛老觀眾朋友共賞實力吼，假使亞波卡哦有看到吼，你家強成員我成老亞嘅成員共賞實力，佢就代表安尼猜錯，所有嘅後生嘅無人去乾作好勢，本意強出成員，本意苦痛嘅成員，再過一擺實力100歲。冇，我係喺度有愛心嘅佳佳姐姐哦，耶！喺個阿爺冇人家講到即個老嘅成員咧，就無法度強下，無法度成，竟然即個會上到即個強成員。其實我想想啊，還係少愛強成員嘅。是哦。我知道顏料上強用咩？老人講咧，他有嘅動嘅亂字嘅技術咧，唔是講。唔係，佢講係年紀嘅關係。冇唔錯。我講出來好唔好？我話年紀，唔係，我其實認同你家講嘅，因為人上啲傳統家庭嘅傳統家庭嘅環境，就知道還係少有成員。雖然我同好2年世界啊，就想講嚇，土成員愛照顧佢，愛培養佢，唔過就知道成員咧係人生地路嘅 SOP 必要嘅 SOP，嗰個我係知道還係要有成員嘅。哦，所以嘅自然咪係要愛
天初爱供生人，怎样完整人生嘛？我感觉像我迄同校生嘢，不过我感觉爱上较现实嘅部分。因为虽然讲大家就会感觉家庭就一天要有生嘢，其实我感觉2-3年咩係一個家庭啊。但係因為傳統嘅觀念法，感覺一天要有生嘢法，不過又冇辦法本身嘅完整嘅家庭，還有同好嘅條件，我就感覺冇供生嘢較好。真緊假師傅卡做冇啲條件，做啲學生人，做啲本成人平安，你係講，看你一下就本人變到變咗，咱用解釋變到變咗度，啊就是強呢個敗態咧。咁畢竟你供過成人嚟嘅嘛，因為用翻興本台之後啱啱供成人嚟建議講，到底係真緊係私有，一係講別有，一係講你想係是做啲供成人麼？其實建議是成人切到做唔到變上帝度，但是我要聊啲。嘅談事處做啲麼？我知道是係。比如講，你個計劃地圖係要愛供成人啦，剛剛是知道安尼做的，係因為我知道一隻無下是係唔係講佢愛有什麼人口組成嘅問題，應該係大三人愛彼此互相愛對方，韓國對無下嘅凝聚力咯、向心力，唔係講人口嘅主心啦，係啊。正經，嘅小鳳阿爸來建議大家好冇？我咪知道吼，也當然會懂少。講講自家誒，係咩還蠻有條件做在做阿爸阿妹，其實唔是想象多，因為人家是有安尼嘅責任心啊。其實供生人係對人來講係在幫助，因為對我來講，我咩知道講，我又因為生人嘅關係，故所我有相愛，吼，行較去賺較多嘅錢，行較有嘅經驗感，因為我做生人其實佢外出世就外態啦。係啊，唔是小利按度，當到後生人唔敢供就按嚟啊，硬做唔定，硬定價見嘅，定咧就像人家阿師一樣。只要去東出界亂字，冇後來嘅亂字就冇詞了。年紀嘛都可以。我說唔是講啦，我說也係咩？我去講聆聽也係人生最主要一部分。啊，我每次都講吼，其實我希望我以後我嘅家庭，我做得一家有4-3人，啊，我哋一張供一啥嘛。你係看咩啥呢？係看咩啥？啊，我就希望大家講佢愛無，佢係冇愛，我就希望把錢請嘛該講清楚啦。請該人呢K 字，有一個 K 嘅朋友。用人嘅啦，咁應該係乜嘢朋友嘛係統一這樣做的。不過啦，講到呢一位吼，你係像你觀眾朋友咪想下，假使你有聲嘅，你對聲嘅感覺會動音，從望底下將來老太太強容來分享了。完全唔會，因為按重要嘅事情吼，唔係講政府本來去賭錢，係就會較賭錢佢就印很重，唔係按用，因為你做得做主嘛？一年供一啥？唔係，因為係管理我改變人成法，人人生一件事情，故說按錯嘅事情唔係錢來決定嘅，知道我供生嘅心態嘅因素，還要看心理建設有做好冇，心理的調試啊用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，假如每個大家想愛供生人望用班老生人嘅相處，韓國呢下有個動態問題是講，生人假使真人供出來過後，用班人感覺，愛去感覺冇，有人講哦，風水其青菜是天上天上，又按人嘅身體，又問題是一切係大家供下來討論嘅問題嘛，自然唔知道，你係。直升機父母嗰種趕到動音跳嗰種也愛麼？我感覺我多數一天我去控制自家嘅小朋友，自家嘅生意，係因為講生意細嘅時間，真嘅唔係按要辦去控制自家，比如講打電腦嘅時間啊、睡覺嘅時間啊、看電視嘅時間，故數呢做阿爸阿媽嘅就會提倡記到嘛。唔過呢唔係去命令，講哦，你一天到晚還去罵佢，像佳佳老師你在教，做我們的愛。佳佳老師冇講出來。佳佳老師單槍本到本雄度。故數呢，我想去做嘅就係老小朋友、老生人用溝通嘅方式。本佢妥協，那喺佢真係太了後呢，佢就會對自家嘅人生負責任。前幾家是講咧，就盲供生人嘛，有供生嘅小鳳哥，你知道？你就講咧，全部就係童話，全部就係韓劇，全部就係偶像劇，那有可能啊？其實一開始我咪知道講我愛按嚟做，結果我發現到咩嗬？生人嘅溝通其實有年紀嘅時間，如果講我好好嚟去講法，其實佢嘅心智就還不完全發育，我用個好好嚟講法。其實我提供我其實
我想我安尼做，唔过我老爸强要强用，我可能会跳高严条。故说我就提讲，我差唔多了，我就我也不用去教伊。系我差唔多我先我起来，我付出嘅，我就結嘅。我做唔得咧。係啊，故說我說其實我天天咧，我有大家家庭一家嘅方式啦，我天天嚟改變啦。不過咪有人講嘛，聲音嘅未來係也愛複製業嘅麼？咁遲到啲機會，對你嚟講。也扮然下後嘅未來嘅人生係因為台機複製業麼？一般啦，冇全部嘅經驗啊，你咁嚴重嘅。唔過我知道講，我也愛做一個假使佢當好物嘅東西，咩後來當好，啊假使英文好嘅，啊我就愛盡量嘅滿足佢，佢本佢好。我那係冇做到，安尼可能我有經驗。啊假使佢就唔好鋼琴，佢就唔好跳舞，我要逼佢去，然後我要怪佢講唔知我使幾多錢嘛。哦，我說安尼就捱唔錯，因為大家生意就冇咁款啦。天天誒應托去尋佢，提供佢到底好物嘅，本佢最好嘅盡量滿足啦。因為大家家庭冇咁樣啦，窮人出世只一個嘛，嘅富家人咩乜出日子啊，錯嘛？就係。你在講哪有？你出牙白就當強爽，你話叫你只拉嘅，望20歲就地錢嘅，希望一生意就強爽嘅，錯嘛？啲按諾設價啦，你話哦，這個你都冇談到。廚房鹹菜啦，設價講強嘅，你廚房煮到安尼係唔會地啊。咁個前幾來問咧回傾啊，你叫你宋寶倫嘅時間，你對宋寶倫工作講到方面有當嚴條嗎？用做少嘅。你用乜嘅講？梗係用變相來工作，你係用竹燒來工作嗎？你講係，如果係打嘅話，我係用自家嘅燒啦。哦。因為我打機結束，我自家咪會痛嘛。我痛我是啲機咪當痛嘅啦。打到自信，痛到用心。係啊，香港你講到頭先講控制欲嘛，吼，我生死為要啦，我知道係攞自語講嘅控用。是係基於一段時間，佢會分唔清楚錯啦，唔錯嘅事情，咁意思一定要教佢嘛。係啊，佢係講佢好態度，比如講，我知道也愛嘅控制欲，其實到成年都差唔多16歲吧。16歲了，佢好態咧，其實會自家好會，他就會分辨是非，我知道該用心，一直走在慢慢變修。差唔多到16歲，時節有嘅一種小大人嘅感覺，佢係講乜嘅係是非，乜嘅係正確，乜嘅係唔錯嘅事情，佢自家會有判斷嘅感覺。不過，我知道咧面頭前那種也愛用乜去亮頭機。也係動重要，假設一開始亮頭嘅路線是唔錯嘅，他就以後就認為說啊，一個係錯嘅。可能想講安英長係錯嘅。係，佢有兩樣問題。不過你下來是有，你下因為政府有當到補助，像係個育兒補助，2到5歲學生因、圖生因嘅補助，你下對3500到2022年開始半年時間就會變到5000塊，還有托育補助，2到2歲嘅補助會有5500到8500安到。大家會知道那個補助變好多過後，因為變咗本單網上嘅強聲音，也係講強聲音過後會變到變相嘅價格線上，因為知道因為有呢個補助，因為變咗想來強聲音麼？好，有愛心嘅姐姐先生喺度睇下講嘅吼，每次政府嘅政策吼，其實以好，但是唔會本，你後生會知道啊，有一政府嘅政策有錢，你可以加強聲音嘅，其實唔會有按用嘅想法，但是我知道有按用嘅補助啊，一下要當到幼兒園，咩我本意條補助嘅請求，其實真嘢當好，但是我強聲音冇，我知道係喺兩三年未來嘅規劃較好啲嘅啦。我知道最大嘅問題，我們補助錢啊，因為補助金嘛係叫變相啦，家電補助、夏季節電、貨物稅、節稅補助，該最大補助。我係睇到佢發，因為嗰陣時我有人講，其實佢補助按呢錢係唔拉學生嘅啊。然後嗰陣時就有人提倡一句話，佢講我做堂弟按呢講咩動有加喺土里啦，佢講這個係補助呢。唔過聲音係硬啊，其實人唔聽數，唔係話人唔學。當然話唔拉，係拉嘅話，佢愛是唔強，係嘛？我以為這陰性啦。給假設拉，跟政府就補助，就專門蓋一個育兒機構就好了，蓋一個那個生產線。你就讓補多拉就做對了。係啊，神經嘛，蓋。白客，你知道因為有呢個補助會改變後生人強聲音嘅想法。其實我國人嘅想法係認為講吼。
强声音唔但讲是有千个问题啦，因为这爱哦，对了这声音有嘛个信诺，咯，你就对自己声音对自己负责任啦吼，还有你去到了做得本下日台有希望。有辦法，又冇辦法，你先係有問題啦。所以去到呢下社會嘅環境吼，喺冇法度本去到有希望嘅感覺麼？因為你從看了下吼，而家後生我後熱聲音天天我自家天天我全當困難咧，喺我學。咱我而家可能講半樣啊，可能講聲啊，幾隻福卡行，你看3-4聲音，我加少熱聲音負擔哦，壓力重大咧。真嘅會有壓力嘅感覺嘅，順暢嘅幫忙。幫妹了下結婚呢，了下付出都時間要辦過來，會有提供一個想法麼？強聲嘅想法。完全唔會，因為按創業嘅事情吼，唔係講政府本來幾多錢啊，就會較多錢佢就印現金，唔係按樣，因為你做得做主嘛？一年供一啥？唔係，因為係。管理我改變人想法，人生一件事情，嗰時候按錯嘅事情唔係錢來決定嘅，知道我講聲嘅心態嘅因素，還要看心理建設有做好冇，心理的調試啊樣，我係知道錢。所以是到聲音大部分最大嘅改變是，因為。假使強聲音，你看人生還有想法，絕對會面臨巨大改變。絕對會巨大改變，捱了下1-3年，所以耐就耐，所以耐了就冇突聲音嘅壓力啦。韓國你就算了下結婚，還是可以偽單身，但是生小孩就不能偽單身了。韓國人家念書當國就要改已婚，就要寫啊，我是婦女。婦女，我就想我係婦人家，好，嗰時候我知道吼，加上我要係一隻有責任感嘅人，假使個吼我要生嘢哦，我會笑呀笑嘅，就印象嘅呀同佢做嘛。我啲我親密吼，七家都唔係七家。人生人會懂反應。我聽咗我做到吼，唔係我日就講我乜個控制狂，唔係，佢係責任感。好，挨冇繼續聽講過，咁個咧正經來問回傾，而家聲音咪動態啦，因此到該用時到了下，因此到強聲音對人嘅生活當中最大改變係乜嘅？最大改變是頭先老師員講嘅空用，其實人生真是完全冇空用，可是聲音講了，我是真是變一張媽媽，係和。生氣嘅事情當到，唔過修理嘅事情未當到，因為我講嘅係冇，要係送包卵。你像伊生意愛塗2隻聲音咧，一開始上到嘅時節一定是當緊做嘛，係啊。和從頭班我阿媽其實講，其實送包卵佢一家是為啲一家係送包卵，一家是為啲愛乖乖，因為佢啲媽媽伊生意愛顧2隻，佢一家是為乖乖。我一開始係冇安應該感覺啦。是知道當佢都當甜，可是越來越太愛是知道，從兩下上次送包卵，其實佢不用療種了，改時節，他就會自己下廚，我都是煮。很甜。係啊。你有教佢嗎？佢自教會好。其實我知道吼，變媽媽我有在現象，就假使講一隻片段。佢七家吼，失傳嚟做得，我本身嘅先生。哦，真嘅，媽媽就乜嘅事情都先台呢個聲音來上。係嗰個一隻片段就一隻撈亂。係，我一般來講一天係七家生嘛。係，真嘅。因為就本身嘅。愛啲，聽眾七家生。都市派出。因為頭擺就喺故事上講，你就個聲音啊，到媽媽當攞嘅時節上講，去買那個肯德基，又係講買那個素食，咁講，頭擺我卡圖當苦，結果買到嘅時節買個鈣比還有鈣葉，結果鈣葉全部本阿妹來寫，結果阿妹寫到會叫嘅時節，說是不是太感動？人家講，有聲音問阿妹講，你不是以前很愛吃那個鈣葉嗎？我講。唔係啊，鈣葉你都有聲音好些鈣片，我只能吃鈣葉，我就按那個感覺。我就說哇，談到這時候，因為你冇做家愛時節，手抱孩兒才知父母心嘛，才知因為知道聲音有聲音過後，自家做家愛呢，真緊心情冇強了解。阿小鳳知道講扮演過後，啱好卡要扮演過後，你最大改變啲那片。
啊，这太怪变。不是啦。好啦，我正经有变态桥的，不过甲迄个那根本迄职业伤害，迄做阿爸了才职业的伤害。迄生意呢，伊只片东其实唔多用干啥，爱附近嘛，系嘛？管日本去写啊，其實唔睇到用干啥，愛膚質啊，記得好食糖，好糯米，個料嘅就愛來處理嘛，係冇？職業傷害啦，做阿爸職業傷害啦。其實我贊同啦，不過吼，這職業傷害還是要自己來負責任，就是講指甲冇認同哦，怪麻沙怪指甲吼。不過咧，老台觀眾朋友講一下，家下唐體安尼後生已經講咧，按到嘅正面、老負面，了下半台再來選擇，你敢會想愛安排？強生意，即係安排絕對冇係強生意。等下將老太啊繼續來討論了。你冇阿 Q 冇 Q 咩？因為大家就一隻。上暗道咯。係啊，我所以咩係一個問題，因為假使本日生意嚟按故事，其實唔係有一些嘅經驗啦。係啊，古上嚟說，係無強就無強啊，係愛強又無強伊就偏。跟住你會加油咧啊？愛加油啊！呢啲準備嚟啦，叫準備，今日講嘅係二腦背簽。哦，要冇？冇，唔好潛崖，拜託。唔好潛崖，你上去倒去啦。歡迎大家到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嗬，加入滿多太自家講，啊看到按到正面咯、負面，按到嘅評價咧，唔過正經係滿太上，加唐太按到嘅評價過後，本自家來選擇，唔想去安排啊，按順自個愛強生意嘅冇呢家。我愛強生意嘅，呢個就要開始。阿祖不講負面嘅，其實係權益。我喺度要愛情嘅代表，因為我知道呢個人強生意嘅話，就所以老易難過一盤，韓國講出來嘅話就看得到，原來人哋咁 mix 起來係相當愛用。張比較嘅問題出在哪裡？我最重要就係講，我真嘅喺時候有生意，就係一個完整嘅家庭啦。因為人生雖然我讀到懂得挑戰，但是未係算係冇強用嘅經歷愛用。我所以強生意嘅。媽媽看態度看實在嘅真經係動辛苦嘅。不過我來到呢位吼，真個係希望天公爸我保佑你理解嘅生意啊，行擺做得平平安安、順順利利，做得好平安變做大銀沙。希望叫生意做得愉快啦。做生意都幸福咯。希望他不要坐在冰箱長大哈。阿仁妹。本人正經來讀，假使正經本人強，也一個無愛強，唔會讀哪隻？我就兩隻選擇，一就無愛強，一天一就會強多，因為我了解我個性啊。等下你愛強也球吹係冇？我強數球吹，幾咪先到？因為我了解我個性啊，我一旦結天嘅我就會做得動，我聽我做好來。跟住一下就會開始咧。我唔我一下望到高齡產婦年紀啊，忙研究差唔多。舉手有經驗呢。我天你都得先去試產一下，就是3個。哦，其實這個強散200就好。我一下做7隻。幾冇講？我懂啊，也係都市。係啊，嗰時候我就係當強迫出界嘅情況，嗰時候我做就要做同學。當然啊，假使講這樣子哦。我真見到高齡產婦年紀嘅時間，目前係天數。我前面咪前，我咩糖嘅醫生嘅話嗬，可能我體力唔好啦。所以我家講我叫3隻、5隻、7隻。我假使講我這樣是冇體力咯，我叫一隻我就驚誒，咩冇聽錯。嗰陣我咪要請後生睇上講嘅觀眾朋友哦，持續的對住我，可能有大面埋我去搞咯。我知道你做得先做地鋪，老師給亂字東起來，都是節目企業亂做的用嘅，都是上海用咩冇干晒，係冇，跟阿志怡。我按好生意嘅人，估算我一定都想愛強生意。不過我知道你強生意，愛土生意有一個最太麻煩，因為都是結婚男一把嘅時間，知道啊會跌倒，按條。唔會，因為人嘅愛生就會啲我愛土豆嘢下已經2-4班咧。係，估算嘅從嚟夢想地背段，咩勞力加強用，一定要有一隻非常完美嘅家庭，用愛愛嘅老公，還有對你下嘅生意嘅。半夢較夾。
不过呢，其实我还会有想到现实的问题啊，就会有的会讲的。比如说，我感觉讲生一件事情可以自然啦，那时间都会就提供去甲爱讲还唔会讲。真紧啦，不过呢一片係真緊猛強聲音嘅代表，呢一片係強過聲音，佢冇強嚟，不用強過聲音嘅代表，呢下門會見者，應該聲音就安泰，應該冇上係過強嘅係嘛？你還要過強嗎？哦，但你不是問他說，你喊走對嗎？哎呀，母娘在母天一流上今天走情侶裝咧，你喊走對用啊？走得。當然係唔會再過強咧啊，係啊，因為我知道提早是土生嘅動，其實動辛苦嘅，動到體力，我知道我最精華嘅時間，我全部都付出在雙寶身上，所以當然是不要再生了。真緊土生嘅，真緊動髮，安尼日頭還有髮進行，那土生嘅時土體過響幾個渠道，幾隻新戲全部被小孩抓走了，咁嘅土仔嘅感覺，嘅會唔會阿小鳳唔敢希望，不卡到個加1-2隻聲音嘅？其實我是當希望你想講2隻嘛，我就講1隻。我體質我上到嘅係嘛嘅，我咩人嘅觀音強用？講7隻。唔係啦，迄無講就無講，迄愛講嘅法無只講1隻，唔係講7隻啦，安定講。迄無講吼，就準點睇就過無切睇無關係。迄愛講嘅吼，唔講1隻，我想哦，等佢睇嘅以後，吼佢讀書甲交男朋友，無人做對攞佢參詳。出社會壓力動態，又無人做對攞佢聽書。還有以後還有動，嘅聲音的一條，假使就單純一路向哈，以後你就冇所講阿爸，你冇阿 Q 冇 Q 妹，因為大家就一隻。你想很多咯。係啊，我所以也沒係一個問題，因為假使本日聲音嚟按故事，其實唔沒有一些的經驗啦。係啊，古時我說，係冇講就冇講啦，係愛講唔冇講一隻聽。跟住要加油咧啊！愛加油啊！佢要準備咧啦，佢要準備，佢咪講嘅係二腦背簽。哦，要冇？冇，我潛崖拜託。我前面啦，你上可以到去啦。咁嗰陣時就小鳳家講嘅同學就講聲音假使就一三年故事是個太寒啦，我知道你係。即係要都有採過，即係講，佢冇自家嘅字幕，冇自家嘅腔調，你講自家嘅聲音咁樣。咩係有人講啊？你也愛吐一隻聲音咧，結果唔到嗰下嘢聲音就吐2隻。係，就最近動無公平，所以嘛，講人2三年吐1隻，佢睇嘅時候叫1三年去向2隻，但是佢結婚家下要2三年吐4隻。我知道，因為我按過無公平，我知道最太就講，然後青島嘅幼教的這研究幼教，沒知道講聲音最好冇。單單字、單單語態，因為他會從小幼兒缺乏玩伴，譬如講對佢下來嘅那種發展會有影響到。不過不管用半天，基本講到按到會講聲音啊，無講聲音。其實我知道和觀眾朋友們想下，唔會講，大家只是講，你聽咗愛講，你就一聽愛講；大家講冇愛講，你就冇愛講。最重要係乜嘢？你對聲音要有負責，還要有愛心，當做嚟好好嚟講聲音，好好嚟增產報國啦。記得下禮拜 NQ 嘅時間，我繼續來收看。上太上谷，要花太假歌，再來聊聊，拜拜。你們不要開始了，好棒哦！你開始啊？你炒多3隻了哦。